2年前4000蚊，如果係每年減嗰個5%，係咪舊年減5%，跟住再加8.5%今年，咁而家今年值幾多呢？4000乘括1減5%，再刪括弧乘1加8.5%，就等於4000乘0.95，再乘1.085，就4123。咁啊細菌啦，嗰個係每個鐘頭增加13%。如果係6.58乘10嘅5次方，喺嗰個 specimen 嗰個樣板嗰度，期望嗰個嗰個數目5個鐘頭係有幾多？用 scientific notation 去表達。6.58乘10嘅5次方乘括弧1加13%箭嘴5，即係呢度呢，就三位有效數字就1.21乘10嘅6次方。呢個郵票 currently 呢，即係 now，而家值484。如果係每年增加10%，揾出佢2年前嘅價值，揾出就係要除480嘅除括弧1加10%箭嘴2，就等於400蚊。跟住呢，就係呢個足球隊伍，就係Cal 嘅射入嘅球數係25%低過阿標，跟住嗰個阿標係20% 多過阿 Allen，跟就係阿 Cal 係9個，揾出Allen 係幾多個？呢啲係要倒數咯喎，9除括弧1加20%，再除括弧1減25%就求得到噶啦。第5條呢，就係嗰個 hit rate radio 呢10% 每個月，咁就係percentage change 3個月內呢有幾多呢？咁你設嗰個 hit rate BW 啦，1個月後就1.1，咁3個月後就係 W 乘1加10%箭嘴3 1.331%，咁就新減9法9就求到係加33.1%。你一定要借個數英文字母字去，唔係冇得計。一張凳增加20%又減10%，要揾出 percentage change。嗰張凳又似嗰張凳嘅 price 係W 啦，W 乘括弧1加20%等於1.2W。咁 second 嗰個 change 呢就係1.2W 乘1減10即係1.08。咁 percent change 呢就係1.08個 W 減 W over W 乘100%就加8%。如果個學生減咗重量5%，然後增加咗2%翻嚟嘅 percentage change，又似 WK 字咧 ，W 乘括弧1減5%再乘1加2%就0.969W。咁 percent change 就係0.969W 減 W over W 乘100%就係-3.1%。第8條呢，就係5400借咗7.2% 每年放5年，咁就要俾幾多利息？翻嚟阿媽嗰個54000係本金，7.2% 係利率，時期5年，咁54000乘7.2%乘5就係19440，再加埋本金就係本利和啦。第9扣
就係2% per year。如果佢得到嗰個750蚊利息，經過2年半，咁就佢存咗幾多錢？咁設為 P 啦 ，P 乘2%乘以有1/2等於750，P 就求到係15000，咁就amount就係4萬，唔係嗰個第9條搞掂。第10條呢就係4萬存入銀行利息5%，每年就擺2年，就複利息半年計數一次，揾出amount correct to the nearest dollar。第10條即係4萬乘1加5% 乘1/2佔取4，半年一次啊嘛，即係有4份半年，所以佔取4，求到係44153。correct to the nearest dollar。跟住第11條啦。第11條3萬本金存入利率1% for 3年，複利率每月計數，咁就計amount。每個月計就乘1/12， 3年就有36個月，所以計到30913。第12條呢就係18000存入去13%，for 1年，每季計一次，計本利和，跟住就係計利息。12啦，就係18000乘1加13%，乘12/3，咁1年有4季，所以佔取4，求到20457。咁就利息就係20457，減翻18000就係嗰個2457元咯。13就係25000乘2%， 4年嗰個季又係季度計一次，咁就係4年3個月，1年有4次4、3、12次啦。所以第14條呢就係第13條啊，25000乘1加2%，乘12/3，乘12，減翻25000就係嗰個 interest。14條12萬，30年利率3厘，5年，每個月計一次，計利息。14條就係嗰個12萬乘1加3%，乘12/1，跟住4樣就變咗係12萬乘1加3%，乘12/1， 60，減翻12萬就係利息。第14條呢就係12萬，利率3%， 5年，每個月計一次，5年頭先講咗啦。第15條就係20%，年利率計，3年後本利和係32832，求本金。本金要設 P 啦 ，P 乘1加20%， 3年就32832，求到 P 就30938。咁之後寫19000係錯㗎，唔係話書後答案絕對啱㗎，要講合唔合理㗎嘛。Raymond 就存咗筆錢4厘，半年計一次，咁就喺1年之後得到505蚊利息，存幾多錢 ？P 啊
P 乘括弧1加4%乘1/2，咁1年即係乘2啦，減翻 P 就505，求到 P 就12500。第17條咧 ，David 就仲計劃去存一筆錢，2年利息就6%，複利息半年計一次。佢就想賺咗個利息5000蚊喺投資計劃，可唔可以冚得住？投資唔超過4萬。如果4萬嘅話，乘括弧1加6%乘1/4，四次方就45020，45020減4000就等大過5000，所以 yes 冚得住。18啦 ，Kenny 做咗18個鐘頭義工喺6月，就係少過喺7月，但25%都係多過喺5月20%。揾翻阿 Kenny 喺5月份同埋喺7月份嘅時間，percentage change 由5月到7月係乜嘢？好似5月係 P 啦，咁就係 W 乘括弧1加20%等於18，W 等於15，而 May 就係15個 hour， 跟住 in July 就 BY 乘括弧1減25%等於18，Y 就等於24，所以 July 就24，咁就 percentage change 由 May to July 就24減15%乘100%，所以加60%。跟住19啦，就係呢個base radius 嗰個呢個係圓柱體啊，底半徑減20%，高度減 X%，就係體積減68%，揾 X。設咗未知數先啊 ，YCMB 底嘅 radius， 高就係 WCM volume， 就係等於 X 乘 Y 二次方乘 W， 派乘派 WY 二次啦，跟住 new volume 就係派乘括弧1減20% 嘅平方 Y， 呢個咧就係嗰個再乘1減 X% 嘅 W 等於1減括弧0.68嘅 WY。呢個應該有個 Y 二次喺度嘅，一減咗就冇噶啦，咁咪1減 X 等於50%，所以 X 等於50咯。呢條第20條就怪啲，留意啲啊，就高就係底分別就高就加20%，底就嗰個面積就加8%，揾翻個 percent change in the base。H 就係高啦 ，W 係 cm 嘅底啦 ，Y1 cm 就 2啦。咁就本來 W 除2就係等於2，H 乘 W 等於2Y， 咁你唔好當2Y， 當 Y1， 咁就 H1 就即係加20%，就 1.2H， 跟住嗰個 base area 就係 Y1， 嗱你唔好當2Y。當 Y1 乘括弧1加0.8%， 即係等於 1.08Y， 咁就1.2加呢個乘括弧1減 X% W 等於 1.08Y， 咁就係一般過去就係 0.9， 即係嗰個 base 咧就。base 就係新嘅就係0.9咯喎，
新減9%等於-10%，記住，當佢係 Y1，唔好當佢係2Y，當佢係2Y係錯，你乘9去睇。1.2乘0.9咪1.08咯，所以咧就撇除嗰個 HW 等於2Y 個觀念，你直情套一個 Y1 嘅觀念上去，咁就 Y 咁就係所以係1.08嗰個加8% 啊嘛，咁就做得到，唔係就做唔到。跟住第21條咧就係3A 班就係組成一個燒烤團，參與者咧就係平均消費15個參與者每人俾60蚊。稍後嗰個參與者增加咗 X%， 咁就變咗總支出就多咗8%，但係咧就每人俾就減咗10%，揾出總支出係幾多？當增加咗參與者，跟住揾 X， 跟住咧就係嗱60乘15乘1加8% 就係972，跟住咧就係 B 啦，就係972除15加 X 人，就等於60乘1減10%。咁呢度咧就係調翻轉啦，15加 X 就撥上去60乘0.954，咁就15加 X 就係等於18，所以咧就係嗰個1加 X 等於1.2X 等於20% 咯。22條咧 ，Eric 跑每秒5米喺開頭。如果個 speed 增加20%，喺每分鐘增加20%，喺首3分鐘計數，跟住就係每5分鐘減50%，咁就揾翻佢係過咗18分鐘之後咩速度。人越跑越攰噶嘛，咁啊原則簡單分析，0至5秒，0至3內咧就係加5乘1加20% 3次方。再乘咧嗱3至8每5分鐘啊，8至13、13至18啱3個階段，咁就乘1減50% 3箭嘴，所以計連除一息過咧就等於1.08 m/s， 佢個答案冇錯啊。中學俾埋答案你都要計到過程出嚟噶嘛，跟住就係由42000人口唔係汽車增加到44000，去年42000，今年44100，揾翻個 growth rate 係乜嘢？由今年到今年，由去年到今年，跟住 B 咧就 capacity 就係路嘅容納量咧就係48000，就係每嗰個年就增加2.5%，跟住揾翻個 low capacity 5年之後，跟住交通部預測嗰個汽車增長嗰個 low capacity 咧可以應付到5年後嘅汽車增長係定唔係？growth rate 就係44100減42000 over 42000，新減9 over 9乘100%就5%，已經係增長，所以唔使個加字㗎啦。跟住 low capacity 咧就係5年之後就48000乘1加2.5%，就54308 ，correct to the nearest 整數，跟住56284大過54308，所以汽車增長量大過嗰個 low capacity 嘅增長量，所以係唔係 meet the need。跟住第24條咧就係一間公司嘅利潤
過去3年每年減20%，經過修訂後，嗰個利潤就係每年增加20%喺嚟咗嗰3年。咁啊 profit 係咪3年前同3年後一樣呢？係咪抵消到呢？因為由過去3年咧 profit W 啊嘛，咁就 W 乘負1減20%就3次方就0.512W。由呢個開始再計嚟咗嗰3年就0.885W。咁就所以就係 is not the same profit 啦。跟住第25條呢，就喺呢度有900眼燈膽喺個鋪頭，98% 就賣咗出去，就係賣出去呢，就每個月增加5%，喺過去2個月計數，就揾翻個 number 2個月前賣出嘅數目，跟住嗰個鋪頭店主期待嗰個會下個月保持增加5%，就俾呢個月計數，即係下一個月就係最低限要加多幾多個燈膽至符合下個月嘅銷量呢？跟住就係燈膽2個月前就係900乘98%，除括1加5%就係800個。E 呢就900乘98%係呢個月882個，再乘括1加5%下個月，減翻上個月賣剩嗰18個，咁就908個。咁啊佢話 correct to the nearest ten， 所以答案係910。Chester 呢借咗72000。係個朋友借嘅，喺個利率就係一個單利率，跟住8個月歸還就係銀紙就係9450，問俾咗幾多利息，跟住揾翻個利率係乜嘢 ？Principal 就72000還。每月9450，總共8個月，咁即係9450乘8減翻72000，即係3600蚊。咁利息就係72000乘 W 乘12%8，8個月，等於3600，就夠到7.5%。27呢就係1000蚊，就係1000蚊。單利率利息可以得到全款一筆4年 interest rate 就係2.5%，揾翻個 principal， 跟住 principal 增加4%，全款嗰個全款利嗰個年期就係減少12.5%，就嗰個利率呢就不變。就揾翻嗰個利息得到幾多，就揾翻 percentage change。呢度 principal 變 P 啦 ，P 乘2.5% 乘4等於1000，P 就投到係10000，新嘅 principal 就10000乘括1加4%就嗰個年期就係4乘括1減12%係3.5年。interest rate 利率不變2.5%，即係10400乘2.5%乘單利率就咁乘得啦，乘3.5等於910蚊。咁就 percentage 910減翻1000 over 1000就負9%。28呢，借一筆錢由信用卡公司單利率喺嗰個2018年開始就係還嗰時候本利還係2倍，係本金嘅2倍。如果個利率係24%，就幾時會還晒所有欠嘅錢？如果
Mr. Lam 還晒所有錢，喺2023年開始，即係2022年12月31為止，揾翻嗰個利率每年係乜嘢？利率就當 R 啦，就係 P 乘括弧1加 5R 等於 2P，1 加 5R 等於1。R 啦等於20%，20%跟住咧就係、我唔記得講頭先點啱，存款 P 2倍管理和2個 P， 跟住 time 就係 BT， 咁啊 P 乘括弧1加24% 乘 T 等於2個 P，1 加 24T percent 嘅 T 等於2個 P over P， 咁就1加24% T 等於2，24% T 等於1，T 等於1 over 24%， 等於4後6分1年，即係4年零2個月。嗱，1月1號至到4年啊嘛，2022年嘅2月28號，咁就係寫2月份咯，咁所以就唔使寫28號啊。咁跟住咧就係個 R 咧就係 P 乘1加，頭先解釋咗啦，咁就 R 等於嗰個嗱，因為2018年至2023年後係計到係5年啊，5年，所以咧就係 P 乘括弧1加5R咯，要咁樣計出嚟。29咧就係 L 片咧就係30萬，由信用公司借，有2個 plan A 咧就係9%， 每日計複利率 ，plan B 咧就係7%， 每月計，再加多3萬銀額外 charge。咁佢應該揀邊個 plan？ 嗱，呢度咧就係 plan A 就30萬乘括弧1加9%， 一個360/1， 3年就係上面係3乘365，減翻30萬，答案係392976。跟住 plan B 就係30萬乘括弧1加嗰個7% 乘1/12嘅36，唔止啊，仲要加多3萬銀，變咗399877，因為392976細過399877，所以揀 Plan A 至啱。跟住第30條咧就係 Emily 存39000喺 Plan A 2年，就係複利率4%， 半年計一次，2年之後本利和幾多？如果Emily 就係喺 A 嗰度攞咗出嚟之後，再存喺 Plan B 就半年，存半年。利率就係3%， 每月計，咁揾翻喺 Plan B， 唔係喺 Plan B 嗰度，半年之後得到本利和幾多，再揾翻個呢2年半係幾多利息得到。呢個 Plan A 咧就係2年之後就39000乘括弧1加4% 乘1/2，有4份半年，咁即係4215啦。咁就 Plan B 嗰度係4215為本金乘括弧1加3% 乘1/12，每個月計，半年咁啊6啫，咁所以42852。咁 total interest 就係42852減翻本金，初係39000啊嘛，所以3852就啱啦。跟住呢對第31條，呢個張先生係
每年收入212000，佢有個免稅率就132000，要揾翻個 salary tax payable。咁計翻佢個 net chargeable income 就係8萬，頭一個5萬就2%，跟住就係嗰個剩翻3萬乘6%，所以夾埋就2800。第32條呢，就係、呢個 Miss Lai 大小姐30萬收入，免稅額就157000，1萬 salary tax payable。跟住為咗還息，佢存8000去銀行，就係、利率就3%，複利率每個月計數，嗰、個管理和夠唔夠佢還交稅呢？佢嘅 salary 呢就係58000，頭先32喎，就係143000，就計到係5萬乘2%加5萬乘6%加43000乘10%，總共係8300。就管理和嗰度8000蚊，存有1加3%，每個月計1年就係8243，因為8243細過8300，所以唔夠，爭啲。33呢就係借10萬，單利率5%，佢跟住換咗嗰筆錢英鎊1蚊，當時值12個半，跟住呢就係、又換翻港幣，就係1蚊值13蚊，喺個年尾升咗，咁佢夠唔夠錢去還翻欠銀行嗰啲錢呢？10萬乘1加5%就係105000。咁如果嗰筆錢一頭去投1萬執班換8000，因為10萬除12點係8000磅，8000磅再換翻港幣就換翻100400，因為100400細過105000，所以唔夠。即係佢一開始問銀行借咗10萬，跟住走去炒外幣換英鎊，英鎊換翻港幣，夠唔夠冚？證明係唔夠冚。跟住34啦，上學期 DEF 就係數學就60分，Max 呢就係70分 ，Test 嗰度60分，考試嗰度就70分，就係佢數學同埋嗰個數學就係 test 同埋數學考試分別減咗20% 同10%，喺個 second term 嗰度減咗啫嘛，咁即係揾翻個 score。Jeff 喺測驗同數喺 second term 係乜嘢？跟住如果 total score 喺 Max 就係每個 term 嗰度係等於就 Sam 數學嘅30分，總學嘅30分，同埋考試嘅70分，揾翻個 total score Max 係每個 term 係幾多？跟住個 percent change 有幾多？上學期 Jeff 數學測驗60分，考試70分，跟住 second term 就係減咗20%，即係60乘80%，648，48，跟住70乘0.9啊63，咁就係嗰個total score 嗰度啊，60乘30%加70乘70%等於67，
跟住 second term 嗰度48乘30%，後邊嗰度考試嗰度就乘70% 58.5，呢個係對個後面答案係啱嘅。咁但係 B2 嗰度呢，就係啦，上嗰度全部加埋60加48加70加63，就係總共上學期同下學期嘅測驗同考試分。咁就新嗰個就67加58.5就125.5，咁啊新減9 over 9啊等於減47.9%。點解書又寫-12.7% 呢？35條就係90個學生就起初就今年呢就有40% 學生退出，其中75% 係女仔。咁最後呢，就學生減咗，女學生減咗37%。揾翻到底原先有幾多個女學生，再揾翻個 boy 嘅 percentage change。90個有 girl 有 boy，90乘40%乘70%就27個。咁咧就 original number of girls be W 啦，27 over W 等於37.5，佢話唔見咗37.5%啊嘛。所以咧就係 W 等於72個，所以 original number of girls 就係72，即係 original number of boys 就18個啦。咁就係 quit 嗰度有90乘40%乘25%啦，70% 女仔咁啊，嗰度 quit 咗9個 boy， 咁即係最後個 boy 就剩翻9個，咁新減9，9減18或18就係減咗50%。36題呢就派測呢個 expenditure 就係 total 就1萬，咁嗰個 foot 嗰度90%， 90度啊，90度即係25%，就1/4，咁就係揾翻個 foot 有幾多，跟住就係佢話呢個月呢就foot 就增加咗30%，咁就其他啲就不變，跟住 5% in 嗰個 total expenditure， 跟住就係 Raymond 嘅 expenditure 咧，就係呢個月咧係用另外派測，咁就嗰個 centre 係咪加30% 咧？就 B 嗰度30%，咁啊 B 代表又加30%，就 total 就係1萬，跟住 expenditure on foot 就係1萬乘360，你計下度即係2500，咁呢個月嘅2500乘1加30%即係3250，咁就係 others no change 嘛，我哋將到 total 就變咗係1萬，咁新嗰個就係1萬。再加2500乘30%，10750，咁新減9或9就7.5%，跟住喺個撩測嗰度3250個差住，就 others 就係7500啦，跟住呢個 percentage 咧就係3250，加闊加其他就係10750，320，3250 over 10750乘100%就30.23%，因為30.23% 不等於30%，所以 not the same。每題都1張紙咁犀利嘅。呢個 S 等於 AT 加 R， 咁就轉 make A be the subject， 就係 S 同 R 分別加10% 同埋嗰個 T 就係就 S 10%， R 10%， T 就減20%，咁就揾 percentage change。S 等於 AT plus R。
A 就等於 S 減 R over T。如果 S 同 R 一樣加10%， T 就減20%。A1 就等於1加10% S 減1加10%個 R over 1加20% R 就先變化咗1.1個 S 減1.1個 R over 0.8 R， 因為 S 等於 AT plus R， 咁就嗰個1.1嗰個就係新嗰個就等於 A1 乘0.8T 加1.1 R， 咁啊將1式乘以1.1，咁就等於3式啦。咁就係嗰個，咁就兩邊都係1.1x 咧，變咗就0.8 A1T 加1.1 R 等於1.1 AT 加1.1 R， 咁1.1 R 取消咗，大家抵消咗0.8 A1T 等於1.1 AT， 咁即係嗰個0.8個 T 又抵消埋咯喎。A1 over A 等於1.1 over 0.8， 咁即係A1 同 A1 等於1.1 over 0.8。38啦，呢個夏天大減價，一個 external 外置式嘅呢個 hard disk，就話同一個 notebook computer 就分別，總共加埋賣5402蚊。如果嗰個 external 外置式嗰個 hard disk 咧就係蝕咗20%，跟住個 notebook computer 就係賣又蝕咗28%，跟住咧就係、如果總共蝕咗喺賣外置式嗰個 disk 就蝕咗185蚊，咁就揾嗰個分別揾佢哋嘅原先嘅價值係嘅乜嘢，跟住 overall expense 嗰個 percentage loss from selling呢兩嚿嘢。版呢個字嗱 external hard disk 加 notebook 等於5402，咁呢個數前面嗰個數係 percentage loss 20%，即係20% loss 等於185，咁就係就 original price of an external 就係185除20%，即係925蚊。咁呢度咧就係 original 就5402減925乘80%，就除翻呢個蝕咗1減28%，等於6475蚊。呢個手提電腦，咁就係分別就係925同埋6475啦。Total loss 就係本錢就係647加925 7400，咁7400賣減價1540，即係蝕咗1998 1998 over 成本乘100%，即係27%。話明 loss 就唔使負27% 㗎啦。39嗰條咧就係、借咗1萬銀由信用卡公司，初就24%，係咁貴㗎啦。跟住咧就每個月複息還，每個月累計就係每3500蚊一個月。跟住咧就係喺第2個月開始，跟住佢可唔可以3期就還晒咧？呢條就好奇怪，amount就1萬乘括弧1加20乘12分1嘅
12就係12682。如果 Frankie 咧3500蚊喺每個月 from the beginning of second， 咁就係頭月就係喺 February 就還咗3500啦，跟住佢就3500乘3就10500，咁就係3期，因為10500就係12682，所以輸後，所以係 low。咁輸後點解係 yes 呢？因為要係咁樣計㗎啦，就係嗰個係當佢還咗3500蚊，佢就係11028，唔係10200，1萬人乘括弧1加24%乘12分之1，一個月之後咧就係爭咗10200啦。咁佢還咗3500，即係爭6700蚊啦。再乘括弧1加24%乘1，就係6700蚊為底啦。咁就6834。跟住個還咗3500蚊，就剩翻3334，就3334乘翻1加24%乘12%，又有1個月啫嘛，就3401。佢還咗再還3500蚊，即係還達咗99蚊，所以he can repay in 3 payments。因為唔係話定咗1年你就要還足1年，咁你還清就唔使你做咯，還咯，係咁簡單。第40條有3種方法 ，A 個方法就總之存款1500蚊4年，跟住就 A 就係4.56%，斷月計。4年，咁15000乘括弧1加4.56%乘12個日4年，即係48啦。然再減翻15000就2995。B 咧就4.5% 就前3年，後尾嗰年就係5%，半年計數。咁就係 Plan B 就半年計數就15000乘括弧1加4.5% 乘1/2，3年即係6份半年，即係6啦，就1714個2，唔係17142，跟住 interest 就係啱4年後嗰個17142係本金咯喎，咁就乘1加5%乘1/2，減翻1500就係3010蚊利息。Plan B， 跟住 Plan C 咯喎 ，Plan C 就係4%，就係頭1年，跟住每年加0.5%。每年複利息連續年計，咁就要你答第2個月利息幾多，第3個月利息利率幾多，第2個月、第3個月同埋第4個月分別利率幾多，跟住4年之後得到幾多利息，邊個揀邊個 plan 最啱呢？得到最高利息啊！Plan C 啦，第2個月就係4% 加0.5%， 4.5，第3個月就係4% 再加0.5%，第4個月就係5% 再加0.5.5咯喎。跟住amount1年之後就15000乘1加4%就係15600，跟住2年之後咧就15006乘1加4%，16302。3年之後就16302乘括弧1加5%就等於17117。咁4年之後就17117乘1加5%，
18,059，所以利息就係減翻本金15,000，就係3,059，咁就應該揀 Plan C 啦，因為3059係最高噶嘛。MC 就錢好多。青船派我當佢 W 啦 ，W 乘括1減10%，再乘括1加20%等於1.08，所以係加8%。B for boy。呢個 ratio 20% 重過 Queenie， 跟住 Queenie 係30% 輕過 Poly， 就係 ratio 係42。咁 Poly 係乜嘢呢？ ratio 係42 ，Queenie 係40。Queenie 係輕過嗰個ratio 係20%重過佢，咁即係42除翻括1加20%等於35 kg， 即係話1加20% 嘅 W 等於35，等於42啦。咁所以42除翻佢就唔係用方程式咯。咁 Poly 咧就係將個35就除翻括1減30%，就係求到50 kg。D for dog， 其實都唔係簡單嘅，不過冇文字睇咁慘。就係一間店主落 order 1000件玩具車，其中咧玩具嗰啲 i4 嗰啲貨車、玩具貨車同埋玩具巴士嘅比例係 Vans， 先玩具 Vans 對玩具巴士係7/13，跟住咧就係賣咗80% Van， 就60% 巴士，就幾多個胎卡證 A 字法咯喎。就1000部就胎巴士加胎 Vans， 順住者好，跟住係胎 Vans 13K 胎，因為佢比例13:7啊嘛，咁就胎巴士係7K， 每一 K 不等於0，13K 加7K等於1000，20K 等於1000，K 等於50，所以 number of Vans 係650。80% 賣咗，剩翻20%就係剩翻130個胎 Vans left， 跟住咧就係胎巴士就50乘7就係350賣咗60%，剩翻40%就係140，所以加埋就270，剩翻胎 cars 包括2樣啦。所以係 A for Apple， 跟住4啦就係又係出現呢個古怪題目，3個人底就係高，分別就係20%，高就增加咗 R%， 就 area 就增加50%。R 係乜嘢咧？出現過呢咁嘅題目㗎啦，文字題 H 高 W 底 Y 就係 area，H over W 除2等於 Y， 咁 H W 等於2Y， 你唔好寫2Y， 寫 Y1， 咁 H 等於 Y1 over W 一式，跟住如果 W 乘加咗20%，H 就加咗 R%， 又等於 Y1 加咗50%， 所以咧就呢個1加 R% H 等於1.5 over 1.2 Y over W 係等於 H 啊嘛，咁有1.25 H， 所以入邊個 R6就等於25啦。呢個45條咧就係 current height， 即係而家嘅高度啊，植物嘅高度48，增加咗2%每個月，咁就係半年後增加咗幾多咧？銷售一個位48乘括1加2%， 6次方就54.1 cm， 所以係 D 個度。跟住
應該第45條嗰個講咗啦，46啦，就係呢個 smartphone 貶值率就係20% 一年，3年後會減幾多 percent 咧 ？W 減括弧1減20% 3次方就係1減51.2%，等於48.8。唔使負啦，人哋話明係貶，咁就係少噶啦，所以 A for Apple。47啦，就話一筆錢存喺銀行，如果利率就係由3%減嗰個係3%至到2.5，嗰個利息單利息就會跌咗110，2年之後揾 principal。咁即係2年就減咗6% 啦，6% 至到5%就等於110，咁啊0.0001個 P 就等於110，P 就等於11000。A for Apple。一筆錢存喺銀行，複利率10%，斷年計，頭一年就得到500蚊，問第二年得到幾多？存款係 P 啊，P 乘括1加10%減 P 就500，求到 P 就係5000，跟住 P 乘1加10%，2年後就6050。咁利息喺第二年就減翻5000蚊本，再減翻頭一年嘅500，就係550，所以 C for cat。49咧就係55000存利率就7%，鎖4年，複利率半年計一次，本利和55000乘括1加7%乘1/2，即係4年有8份半年，所以係12424。C for cat。11萬乘括1加3%就係1/4季計一次啊嘛，3/12，咁就係5年就有54中20，所以佔咗20，減翻11萬就係17730。D for dog。跟住第51條咧就係一筆錢，利率12% for 2個月，利率就係12%。咁如果係單利息同複利息計數咧，爭9蚊，咁揾翻嗰筆錢係幾多？P 乘括1加12%乘1/12，2個月減 P。再減翻 P 乘12% 乘1/12，單利率9蚊，1.0201個 P 減 P 再減0.02個 P 等於9，咁就 P 計到係9萬銀。跟住52就係呢個馮先生年收入234000，免稅率係132000，快個 salary。揾個 salary tax payable， 呢個 net chargeable income 就係10202000啊，頭個52000%，第二個56000%，第三個剩翻2000蚊去乘10%，所以加埋就係4200蚊。C for cat。4200蚊係 D for dog 啊。跟住呢筆錢65000銀存利息7厘就係複利率季計一次8年，就係呢度10萬銀存2厘3年，複利率月息計利息應該2000蚊。先呢度10
萬銀乘括弧1加2 2%乘1/12，月息計啊嘛，就乘36，就6178 D for dog。跟住呢度就係2萬銀，就係5% 4年，半年計，利息2000乘括弧1加5%乘1/2，有8次，就減翻2000就係437 C for cat。跟住呢條呢就係麥當勞就多過阿 Peter 25%，跟住就係阿 Peter 呢就係25%低過 Teresa， 跟住當勞係33,360，揾翻呢個 Teresa 到底幾多錢月薪？當勞有33,360，Peter 就係33,360，除120%就26,688，跟住 Teresa 又係除括弧1減就求到3584 C for cat。最後一條呢就係先減70%，再減60%呢 change。先設 W， 先 W 乘括弧1加70%，再乘1減60%，就係求到0.68嘅 W。新減9或9，求出負32%。P for boy。